Hello，今日繼續講呢個辟谷修行啦。因為好多人以為辟谷即係唔食嘢嚇，跟住可以減肥咁簡單啦。咁其實就即係太睇小佢啦。咁亦都唔止咁少嘢嘅，即係多好多嘅。咁首先，其實主要係咩咧？主要係修心。佢只係透過一個修行嘅行為，透過一個實相，其實最終要幫到你自己嘅咧，其實就係你嘅心，你嘅心念。OK， 即係可能你啲觀念啊、啲諗法啊，即係將你個覺慢慢磨平啊。即係人好得意嘅就係由出世，人喺一出世嘅時候咧，其實就係一個修煉真人嘅一個狀態，即係佢所有開關都着晒嘅，最敏感嘅、最有靈感嘅、最高能量嘅就係一出世嗰陣時啦。咁但係社會啊、教育啊嘅個人嘅經驗啊等等，咁當然啦，後邊亦都有一個業力嘅拉扯啦，即係令到你每個人慢慢長大咧，就開始好多嘅覺就產生出嚟啦。細個 B B 係冇覺嘅，即係好簡單。咩叫覺咧？即係嗰啲靈覺啊，即係好簡單。B B 你俾一沓錢佢，B B 會唔會開心？唔會開心啊，亦都唔會傷心啊。咁你俾一撇屎個 B B 都唔會唔開心嘅，係嘛？即係冇靈覺、冇判斷。冇一個即係標準嘅，佢個心係純正到不得了嘅。咁其實修行咧就係反而就係慢慢去返嗰個心最 pure 嘅狀態，因為本自具足啊嘛。六祖講過，即係菩提自性本來清淨，根本每個人就係去返自性咧，個能量就係最高，要顯化嘅能量就係最大。就係最心想事成嘅狀態。其實每個人根本就係擁有，咁只不過係我哋不斷俾即係理性嘅思維啊，可能好多嘅唔同嘅理念啊、觀念啊，慢慢形成咗嗰啲覺出嚟啦。咁辟谷就係當首先進入辟谷嘅時候咧，身體會調整啦。我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啦。咁一個細胞自噬同一個修復嘅一個機能啦，或者道家講嘅一個內丹啦，即係將你嘅內藥即係激發咗出嚟。OK，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每次都係去到某啲狀態咧，其實你個人開始會慢慢靜落嚟。咁所以其實辟谷嗰陣時，盡量唔好去睇手機啊。譬如好多人我見到佢一路辟谷一路返工啊、剩啊，冇問題嘅，但係個效果未必係最好。最好真係清靜落嚟，令自己真係去到最原本嗰個狀態，即係見性嗰個狀態。咁慢慢就係瞓。佛家亦都講萬法由心造啦。量子力學嘅波粒二象性亦都係講，其實物質就係能量嘅交搭啦，又有能量波，又有物質粒子嘅形態。咁所以即係我哋其實返去本源就係去返個投影源上面。所以成個修行咧，最終就係去返最原本、最核心嗰個狀態。舉個例子，即係我自己做一個例子啦。因為我自己其實最大嘅一個狀態咧，或者一個困惑啦，即係我自己啊，就係我對食係好有要求嘅，即係好鍾意透過飲食去滿足自己嘅空虛啊，滿足自己情緒啊。咁亦都對，即係食嗰慾望好強嘅。咁有時你慾望強咧，就會反俾嗰樣嘢控制喎，係嘛？你通常慾望當然啦，有啲人話喂，慾望令我向前，但係太大嘅慾望就俾佢反噬。Hello， 多謝你聽到呢度啊！如果想繼續聽埋落去咧，歡迎去 Patreon 登記會員啦，亦都有更多深入嘅內容，同埋我哋係一個靈性同財富自由雙收嘅一個 community 啊！期待見到大家，拜拜。